巴 H795 係一條觀光旅遊路線，只喺2025年12月21日提供服務。而本人乘搭嘅班次係早上9點30分，即係 H795 嘅頭班車。我哋首先一齊了解下呢條繞道嘅背景。呢條中九龍繞道係6號幹線嘅一部分，連接油麻地同茶果嶺，全長4.7公里。而首階段通車係油麻地段，出年更加會連接 T2 主幹道同埋茶果嶺隧道。到時由將軍澳前往西九龍只係需要12分鐘。依家就請我哋一齊回顧下當日通車嘅片段。入了夜，一個人看戲，害怕着被寧靜處死。熒幕那個句牌寫句想你，怎麼這節日